搭咗5個鐘頭高鐵，終於嚟到黃山啦。而家呢，就準備去客運中心嗰度轉車去我今晚住嘅酒店。入到轉運站裏邊等車，彩票都有得買喺度，都多人去南大門嘅。落咗車就已經見到間酒店啦。呢間就係我今晚第一晚住嘅酒店房，咁喺轉車站嘅附近嘅。入去睇張床都幾乾淨啦，幾大啦。咁乾濕分離嘅廁所、沖涼房。如果一個人嚟嘅話呢，就一定夠住嘅，2個人都冇問題。終於嚟到第一個景點啦！呢度叫做始信峰，上就唔難上啊，不過太多人，要排隊上啦。前面呢一棵呢，就叫做黑虎松，800年歷史。咁啱我後邊有一個導遊可以講解下呢度。呢度嘅風景其實都幾靚。盡量不要抽煙啊！人真係好多。呢度就係猴子觀海啦，見唔見到前面嗰隻猴子啊？呢度就係西海大峽谷，依家就要慢慢行落去。最後反正就是那個隨便那個小賣部。沿住個大峽谷一直落，咁樣就會去到一個小火車嘅地方。下低嗰條路就係小火車啦。不過係呢條路咧，好多單程路，係有上有落咁樣啦，咁變咗塞車嘅情況都幾多。上到嚟光明頂，勁多人，想走去同呢嚿咁嘅石打卡咧，都要排長龍啊！哇，多人過行巴士啊！超華第2間酒店，呢間酒店咧就叫做排雲五女，喺山上面嘅。咁因為我一個人住啦，間房就唔係好大，但係自己一個人一間房都會好啲嘅，唔使同人哋一齊瞓。呢個係個廁所，裏邊咧就係沖涼房，有遮有井，咁都算乾濕分離嘅。望返出去咧，冇乜景觀嚟㗎。第2間屋嘅露台啦，咁就會喺度住一晚。聽日咧就會落返山。
这里有好多藏的。tour 下我最後一晚酒店喺屯溪老街嗰度嘅，有張床啦，電視啦，有張台睇啦，廁所啦，都幾乾濕分離嘅 ，OK 嘅，基本嘅設備都有。呢度係屯溪河街，咁兩岸嘅夜景都好靚嘅。沿路都有啲食肆啦、coffee shop 啦，同埋一啲賣手工製品嘅鋪頭。